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郭文摕的爸爸去做生咯。3月7日要来举办着告别式。郭文摕的妈妈何水英隔空向总统赖清德来发话，希望当天会当互郭文摕转来送老爸上山头。郭文摕的太太陈培琪是伫面册铺文质疑，为什么未当指定时间呢？台北看守所有详细的回应。有关本所办理收容人返家奔丧一事，系按羁押法第23条及受刑人及被告返家探视办法规定受理申请，于依法确认收容人同意后，经审慎评估探视安全及羁押或行刑秩序维护，决定返家日期。目前此案当事人均未提出申请。台北看守所讲，有关办理着收容人登去奔丧这个代志，拢按照着规定受理申请。因为考虑到安全问题，所以无一定会让收容人伫个告别式当天来奔丧。只是目前也未收到当事人也或是家属提出着申请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